心也已经袂记，已经无用。过去我真真正意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花言甲巧语。如你想你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花言甲巧语。如你想伊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伊的目的吼，就是为着迄粒猪肉。猪肉，是啊，伊先对恁施温，才好对恁来到恁住的所在。然后，伊知影小叮当抢走猪肉，伊才把小叮当掠走啊。哦，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小叮当毋就真危险咯。是讲赤脚婆啊，这个猪肉甲线碗到底内底藏啥物秘密哈？是安那梁大哥一直要找这两项物件？哦，这哦，这我都毋知影，这头去问梁少安。伊是讲，我嘛感觉你对猪肉线碗嘛感觉真关心吼。无啊，我是因为吼，自从梁大哥失去猪肉了吼，都非常的忧愁啊，所以我才想要了解这个代志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那安尼就是我家己吼心肝吼有较猜错。我一直认为讲吼，你的目的有哪是要伫迄个猪肉甲线碗，啊，那安尼就是我想法毋对啊咯。对啊对啊，赤脚婆，你想多啊啦。对，是我想济，啊无歹势，安尼我等下我的房间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赤脚婆已经对阮起疑心啊。哎呦，不过啊，这个唔听我的口劝。以后若是甲梁大哥起冲突，我是要安怎排解啦？想袂到金凤遐尔好大胆，竟然敢反背我。姚地官，下官知，你对我遐尔重视，我会向太师报告，请伊甲你提拔。多谢特使，多谢特使。你即摆马上叫上英过来，准备人马来去迄间破庙。掠金甲，迄两个姊妹啊，算账。是，下官马上去办哦，马上办。阮特使，迄个唔知死活的金凤哦，你来送死了。真好。有需要下官派兵马搭去外口卖好无？免，对付一个小小的苗栗，我一个人就足足有余啊。您睇下。是，下官告退，下官告退哈。哼，佮你配比较安尼哈，哼。叶生，金凤，你可知罪？属下不知身犯何罪？我问你，小叮当的人，是。你明明知影小叮当的即摆咧替我做代志，你竟然敢掠？敢讲你唔惊我受你，就你出战！小叮当是伫我的手头，毋那是安尼，连迄粒猪肉嘛已经落在我的手中了。你这个叛徒，找死！你也敢想要甲我动手？你也足冲动！你毋通袂记的，阮苗疆的人个个拢是用毒的高手。你唔免欢喜，你也知影，恁大兄还阁伫阮的掌中。别回，你毋通以为讲你用阮大兄的性命来威胁我，我就会交出资料。
你错。你若安尼想，也枉费我来记你的一番心意。你来讲是要爱我相信，你安尼做对我是有利。无毋对，咱即嘛是合食两利，分食两害。假说你若是会当按太师爷救出阮大哥，我就将猪肉交还你，而且我阁会替你找出猪肉甲雪碗中间的秘密，互你达成心愿。这机会敢若一个，你若是毋肯答应，我就将猪肉交互梁少安。而且，我可会用阮苗疆所有的力量，来帮助梁少安甲赤卡婆来对付你。虽然迄个时阵我会失去阮大哥，也毋过，你甲犹太师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你是咧恐吓我？无毋对，为敌为友，你家己选择。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也毋过，你要来向我保证，事后你会将猪肉交付我。为着表示我的心意，我会先将小叮当交还你。其他的，等阮大哥若是平安出境了后，我一定会一一实现。好，已经为定。也毋过，我要你将小叮当的交互赤下婆，我要利用小叮当的，互因无时间来破坏我的计划。白云，你的心机果然真深啊！你要用这款的方法来对付赤脚婆，好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办，也希望你会当遵照约束，早一日救出阮大哥，对伊是愈有利。失陪。一个小小鸟鸟，竟然假假斗心机，讲条件，分明是找死！哎哟，梁大哥，你到底是去倒位啦？那到即马要转啦，我要急死！梁大哥，梁大哥，梁大哥，你的心肝内敢若有梁大哥？我看，你已经袂记咱来这目的啊。无啦，我有注意因的行动呢。像我发现到吼，赤脚婆已经对咱起疑心了哦。赤脚婆，伊念伊就会无闲甲无啥啥，无时间通顾虑啦。我已经见过白云啊，条件嘛甲伊讲好啊，咱念伊就能离开遮。咱毋免阁管伊是毋是对咱起疑心啊。阿姊，你是甲白云讲什么条件啦？敢讲你毋知影白云，迄个人是一个足阴险的小人呢？汉人倒一个毋是无情无义。你甲看，梁少安、金明珠已经失踪遮侪工啊，伊啥物时阵有真正去找过伊的下落？毋是啦，阿姊，你误会梁大哥，伊是好，你是安怎遮尔啊执迷不悟？你想看卖啊？咱伫咧苗疆是偌尼逍遥自在，今仔日因为着因的利益来陷害大哥，才害咱不得已就出外来奔波流浪。敢讲你一点仔觉悟都无想？敢讲你真是还阁遮尔啊痴情地爱梁小安是？毋是啦，阿姊，梁大哥伊是个正人君子。好，你莫搁讲，我讲的话你竟然甲听袂落。好，你若相信讲梁小安是会当互你委托终身的人，你留下，也毋过，咱姊妹啊情分就到这为止。阿姊，阿姊。人诶，你毋是讲有人伫遮，哪会遮尔安静？咱来换一步，人说叫走去啊！你是讲叮当去走啊？这个金凤竟然遮尔干杂，将人甲耍走。梁小安，真歹势，煞你白走一逝。不过请你放心，不管伊走到天边海角，我一定将伊找出来。伊若
若有心撇行踪，天下何处找芳踪？可怜叮当心地爽，竟有意外心彷徨。其实要找小叮当并无困难，因掠伊一定有啥物目的，所以讲金凤一定会再出现。你是讲掠走叮当的人就是金凤？伊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这一切拢是杨太师甲白云的奸计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倒，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伊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这一切拢是杨太师甲白云的奸计。金家姊妹仔为了要救因大哥，不得不听因的命令。哼，杨太师，你这个祸国殃民的奸徒，你什么时阵才会当受到报应？只要你当找回资格算我，证明你是太子的身份，安尼你就会当为国治改，会当解救一寡无辜的受害人。姑娘，听你的口气，你嘛是杨太师手下的受害者嘛？姑娘，你一再暗中伫咧甲我帮忙，你也毋讲出你的姓名，如今也毋肯显明甲我相望。我希望讲你讲出你的姓名好无？你莫问我的苦衷。萧安一再受你的温情，偏偏毋知姑娘的姓名。日后相遇若是有不敬，叫我萧安疑心怎安宁啊？怎安宁？讲什么温情？无听到，将来我必须拜托你，爱你甲我斗相共的。你毋通讲安尼，只要我萧安做会到，我绝对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对啦，姑娘，我想讲，我有两件代志要来请问你。什么代志？我有一个共伴的朋友，叫做金明珠，伊在客栈有一天的暗时煞来失踪去，到呾下落不明啊！像我所在，目前只有白云，甲金家姊妹仔是无人嘛。假使讲真姑娘，若是落在白云的手中，那你白云应该是采取行动。不过目前伊是按兵不动，看起来真姑娘真可一定是落在金家姊妹的手头哦。这嘛有可能。对啦，要若安尼，我我知迄个黄小贵的命案，是不是甲迄个主角有关系？你是认为讲自由跟我有关系？啊，黄家命案凶手是我。姑娘，你毋通多心，我只是伫咧想讲，到底什么人遐尼真好心，会将迄个主角来送互我？无对，自由是我送互你的，也毋过黄家命案跟我无关系。姑娘，你哪会有这粒资料？敢讲你甲当年洪江自由所案的案有关系吗？迄粒资料是假，假？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我是想要用假的资料来引出杨太师的算我。若是其中的原因，将来你自然会明白。故事，姑娘。小叮当，竟然敢骗我！哎，应该啦，恁这种反驳吼，尻川乌索索，是你家己要我骗的啊？哪道恁家己后代？你哎好，哎呦，你是什么坏心的？你想要退出，你也是较乖咧，啊若无，连你出手你。若非阮路打不平来周转，救恁姐妹出难关，你竟然无感恩，颠倒来暗算，我若脱身必定说此案。你莫做梦，
除非我放你走，啊若无，你想要脱身哦，比顶天较困难。明珠，你唔免生气，唔免来不满，是咱失算才会了好端。因是烦恼烦其家，是大烦帮，哪会知影做人仁义为哪般？喂，小叮当，你现在有白讲啥？那阮苗公嘛是守礼仪、治连体的呢。我咧管你安怎体，哈！我咧讲互你听啦，你若会晓讲哦，这个什么连体，啊，阮吼是你的认真人，你是安怎样？甲阮两来这个所在。阿姊，小叮当，你喙免遮尔来，唔免伫喺遮咧顶口才。你将资料交出来，啊若无，唔通怪我对你无情。哈哈，我就知影咧，讲来讲去，你就是要爱这个资料。也好啦，无咱两个吼来讲一个条件啦。几期吼，啊，你甲明珠放转去啦，啊，我再甲你讲吼，迄资料到底是伫倒位啊？吼。你想讲我会搁中你的计？相信讲资料无伫咧你的身上？我紧啦，啊，你若唔相信无啊，我先过你敲嘛。哦，资料若是无伫咧你的身上，那呢有可能伫伊的身上。银花，阿超，慢点敲啦！规期到这来哦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迄个资料哦是伫阮师傅遐啦，啊，你还要爱哦，去甲阮师傅摕啊。银花，超。哎呦，啊！我讲你若不爱相信啦，真正就伫阮师傅遐啦，啊是伫阮师傅遐啦，去死啊啦！银花，资料有伫伊身上？有，我找着。这阿姊，我看唔到伊，我甲这当做资料啦。搁超。阿姊，我感觉吼，小叮当讲啊无毋对啊，迄资料无伫咧金明珠身上。小叮当，嘿，你啥物时阵将资料交互赤脚婆？阮赤脚婆叫我去抢这个资料啊！啊，结果我无着无伫哦，啊，当然安尼我讲咧，佫起笑啦！啊，叫我交代讲阮师傅吼，迄资料我抢倒转去，啊，若无吼是优先起妙算的，啊，无伫你两个手内吼，我想即摆着偌惨啊！阿姊，我嘛是感觉安尼呢。迄天吼，赤脚婆叫我甲梁大哥去找资料，啊，毋过伊家己吼煞颠倒无要无紧，倒去客栈休困，所以我感觉吼，资料伫伊遐。资料若伫赤脚婆遐，那呢？伊安尼做是为虾米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我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资料若伫赤脚婆遐，那呢？伊安尼做是为虾米？这真简单啊，因为吼，伊已经看出咱的破绽啦，伊惊咱吼去夺走资料，所以因师徒就联合演这出戏啊。对，所以讲吼，阮师傅吼，伊有先见之明，而且吼，伊嘛足好算的，这伊拢出名，你对毋对？我甲你讲啦，过去你即马吼，就甲明珠吼，规家放转去，啊，我互你做任职啊，你等甲阮师傅讲要摕这资料，叫资料摕来换我的人，一定做会到。对啦，阿姊。为伫咱的目的吼，只是资料，等因放转去好啊。无喏，要留就留我，你将小叮当放转去。毋是啦，啊是留我，啊你转去就对啊啦。你听无哟，你转去啦。你转去啦。哈！你留那卖小精啊！金明珠，我互你一对时，叫赤脚婆摕资料来换你解药。啊若无，时间一个超过，你的五脏六腑拢会烂去，吐血而死。我放开。去。哎呦，最后最大有人心无，就是你啦！你哦要甲我放就甲我放，佫用心换做伊我红食。林珠，你家己较保重咧哦。生死有命，小叮当你放心，我一定叫赤脚婆甲小人兄倒来救你。你家己自身就难保啊，你还佫想要保别人？你还是赶紧去救家己的性命较要紧，一对时唔通袂记，赶紧走！你若唔甲家己留一条后路，万一白云伊也是反面。
我自然有办法。只要大哥若是平安出境了后，就是我甲白云算总账的时阵。嘿，看袂出你的离婚，佮心肝袂歹哦。哦，佳哉呢，迄猪肉伫迄个明珠的身躯内，伊佳哉无甲摕出来。啊奇怪，大范佮伫咧讲，什么白云甲伊咧作对，搞什么飞机啊？解救叮当失机运，明珠的安危又难分，连番事故乱分寸，金家姐妹泪提棍啊，泪提棍。唉，人心实在难以预测，枉费我一番的好意，却惹来无需要的麻烦。明珠，我实在对不起你，你到底人伫倒位咧？小安，小安，小阿婆，你讲金家的姊妹因到底去倒位？你莫搁再讲因姊妹的代志，拢是因咧变鬼变怪，害我害甲凄惨落魄。你是讲金家的姊妹咧变鬼？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。迄只孤鸟是要飞去倒位？北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